鸟鼠仔先伫我诶喙齿是要创啥？后悔倒诶囡仔连起头一摆落去啊！厝内底逐个人拢真满意。但阮要甲喙齿留咧互鸟鼠仔先，因老母甲我讲。后悔倒拄开始嘛足欢喜诶，毋过后来煞骄疑，伊想讲鸟鼠仔先伫我诶喙齿是要创啥？后悔倒掠即桩代志是真要紧，就决定去甲别个囡仔探听一下。费德里哥了于鸟鼠仔先是一个科学家，有制作金钱诶秘方，上要紧诶物件想袂到是喙齿啦。Victoria 下日仔想讲鸟鼠仔先要伫喙齿，就是要去一张喙齿诶徛梯仔，通好爬去过牛。而且讲过牛是 cheese 做诶呢。马丁想讲鸟鼠仔先是用喙齿来食长仔饼，要甲因兜饭看搁较大间，因为用即个表诶兄弟甲亲情50伤济啊，原底厝已经住袂落啊。是要起一座大桥来下过大海，要到迄边诶土地找找搁较济诶喙齿啦。倒来发讲，伊是老师，定就是要做医仔，互伊诶学生济啦。库里奥讲，费利南多甲儿仔阿里罕多罗拢还袂发芽，毋知影啥物是喙齿。毋过因答应后日仔因若有发入去，会甲阿里弗雷多讲，全探听到落尾，拢无啥路用。阿弗雷多等到暗时要困的时，比高人伫枕头下底藏1万蒜头，来加做喙齿，暗算要甲鸟鼠仔先调果冻。过顿工早起，伊真想啊，蒜头煞犹原伫咧，无看诶鸟鼠仔先捌来诶脚只。过顿到暗时，伊偷偷甲阿嬷诶假喙齿摕来藏伫枕头下底，全都困去。想讲鸟鼠仔先定着会互即个敢若大人诶假喙齿醒来。半暝仔，伊听会房间内底咿咿歪歪，就卜卜爬起来，电火开开一个看。迄闪记记诶形影是阿嬷啦，伊拄乖仔转去找伊诶假喙齿，我是啥物人遐尼搞怪？无答话，即声毋但输赢嘛袂用诶啊！伊甲家己迄支金闪闪诶喙齿为甲底仔认出来，藏伫枕头下底，搁摕一块吉仔下一边仔cheese。藏伫面床骹，算讲是甲鸟鼠仔先会失诶。过顿工早起，伊起来诶时，骹互迄个吉仔摕一个 surprise， 伊甲迄边 cheese 捡起来看，看会顶面有细细仔喙齿贴过影只，伊找看枕头下底，喙齿无去啊！啥拄啥，鸟鼠仔先有影是会暗算一。